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讲，全民破获到现金6000块。这个财政部是规划多元的方式来领钱，包括登记入校，包括自动提款机领现金，也有到邮局去领现金等等。已经伫22号早起的8点开放，予民众上网来登记。今仔日是开放到线顶来查询到登记的结果。若是确认成功，上紧4月初6，这个6000块就会当入校摕到手。行政院长陈建仁早起嘛亲身到1988的专线中心来视察。全民发现金6000块，查询登记结果的头一天，1988的专线有够无闲。行政院长陈建仁亲身到现场去看。1988客服中心是政府与民众沟通的这一个第一线啊。那任何的政策每一的这个落实呢，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管道。就是动啊。到今日早起为止，已经有600万人伫线顶登记。除了登记入校，民众佫会使透过 ATM 甲邮局领现金的方式。因为领钱方式有真侪种，民众问题嘛是有够侪。5大疑问就是包括无多登记原因占33%这上侪。另外，代领的方式、直接入校的资格、身份证的认定，甲邮局领现金。这拢是上接被问到的问题。若是讲民众想要直接伫邮局领到这6000块，无国民身份证，还是讲健保卡的民众爱委托别人，安尼就要用户口名簿加成本。透过网络申请，还有 ATM 跟邮局到这3种。提款卡跟那个身份证吧，存款簿就可以领了。这6000块现金上紧4月初6就领会到，有真侪领钱的方式，加上有完善的措施，政府可以要互民众感受会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